好，大家好，今次咧我哋講下赤馬紅羊劫啊，即係我哋而家嚟緊嘅時間咧，其實已經到啦，因為丙午年咧每一個天干地支嘅年份啊，我哋都係用佢呢兩個詞去配搭啦。咁而咧我哋中國曆法咧就以立春為本嘅，即係話今年嘅立春咧係2月4號。咁係咪2月4號就已經就即刻就開始咧？其實唔係。大家可能聽過本叫《河圖洛書》咯，《河圖洛書》。《河圖洛書》講咧，根據周譯本《議論邵康節先生》記載咧，河圖係天數25啊，地數係30嘅，天地數加埋就55。即係話天地要全啊，即係出現啊，人先至會出現㗎，係咪？冇天冇地，人邊會存在？所以喺中間嚟講咧，呢一個咧55日咧。所以咧就定為立春前嘅55日，跟住明年嘅立春後嘅55日都會係覆蓋住嗰當年嘅流年或者嚟緊嗰個流年嗰個氣運嘅。咁所以我哋而家咧已經入咗運嘅啦，已經2月4號褪前55日，其實12月中啊，我哋已經入咗運嘅。所以你見到咧一路你見到睇國際間嘅問題啊，火係咪？即係啲戰火啊，有啲去人哋國家。去攻打啊嗰啲啊，即係大家互相去喺個譬如聯合國裏邊，大家指責啊啲咁嘅嘢，呢都係啲火嘅現象啦，係咪？咁又點算啊？喂，我好驚，我好擔心啊，係咪啊？因為燒到埋嚟喎，隨時係咪？咁點算啊？咁香港人嘅最驚燒到埋錢啊嘛，驚燒咗錢。咁但係咧，呢啲其實係一個唔好話身外物咁超日啦，咁飄逸呵。我哋講話係一啲我哋嘅附帶條件啊。其實我最重要係乜嘢啊？人最重要係乜嘢？最重要就係《兒女英雄傳》裏邊講嘅嘢啊。《兒女英雄傳》講之前咧都有介紹過俾大家嘅。人咧有5個福嘅元素啊，即係福啊，有冇福啊？講佢就係咩啊？就係我哋俗名，大家都好多人知道啦，叫做1命、2運、3風水啊，4積陰德、5讀書啊，係咪？就係呢5個福嘅元素。佢話喂，命運呢樣嘢生出個福命喎，宿命喎，唔係喎。就算命咧係我嚟知嘅，命運我嚟知嘅，預知嘅，即係話我要知道自己係點嘅，咪知個命啦，係咪？我知我條命喺各方面係點嘅，然之後我跟住時間咩時間旺，咩時間冇旺咧，叫運啦。咁我知咗命運之後咧，係咪真係翹埋手坐喺度佛系咁咧？咁啊天跌落嚟啊！呢樣係懶嘅藉口嚟嘅啫，我可以話俾你聽。因為就係你知道都好啊，每一個人都有佢強項弱項，有咩時間禍福係咪？當你知道嘅時候，你自己啊需要啊用人自己個能力啊去改善一下㗎。易經有啊，易係辭傳裏邊講啊，下傳裏邊第11章有講天財、人財、地財啊。咩意思啊？天時地利人和咯。天時地利知道啦，通過命運啦。人有冇做嘢啊？唔做啊？你唔使睇啦，乜都唔好噶啦嚇。咁所以咧，呢一個就要自己留意啦。1命2運，風水天文地理啫嘛，嗬？天文地理咋，冇咩神秘嘢㗎。近代天文地理再進步，風水咪用言會睇得好咯。所以第3風水啊，3風水啊，4即係陰德。陰德係咩啊？講過咯，唔係陽德啊。陽德就出風頭啊，人人都知係善長仁翁嗰啲叫陽德啊。陰德係咩啊？做咗好事冇人見嗰啲啊，更加要做多啲啊。5讀書咯，有冇讀書啊？大家唔讀書啊？唔使讀書嘅，我總之噏得出就噏啦，係咪？我攞個手機咪得咯，咩射查咯？查係揾資訊啫，唔係揾知識，因為有咗資訊資料之後咧，你需要自己去思考，需要自己運用咧，呢啲咧 DeepSeek 教唔到你㗎 ，AI 幫唔到你，逼唔到你做啦。所以呢5個元素就係你面對3元9運嘅子火，再加赤馬紅羊劫流年嘅一個成功秘方啊！好啦，今日介紹咁多，希望祝大家咧新年咧流年進步，係咁啊，再見。